你好 ，H20晶片出口許可，特朗普繼續向中國施加壓力，相信中央唔會感到意外。關鍵係中國嘅晶片技術能否有所突破，暫時唔清楚美國嘅目的，抑或想增加談判嘅籌碼。H20係英偉達為咗美國嘅限制中國嘅晶片出口，而特登為中國而設嘅降級版嘅晶片。我個人寧願科技發展慢一啲，換來自主研發，總好過被美國鎖住咽喉。並且希望歐洲能夠加強同中國合作，讓給美國騰空嘅市場。美國絕不可靠。英偉達嘅 CEO 黃仁勳穿上西裝會見中國嘅代表，但情況比較尷尬。雖然黃仁勳一定喺度訴苦，自己都係受害者，公司都為咗存貨撇掉55億美元，但係中國係唔會等人，你唔前來，自然有其他人補上。你放棄市場，唔係唔賺錢而已。更重要係你失去構成良性循環嘅領先優勢，你唔能夠怪中國，你只要怪就係選特朗普嘅美國人。組合持有少量嘅 Nvidia， 但問題唔大。我寧願中國突圍而出，肯定比輸少許，蠅頭小利獲利更多。組合繼續觀察事情嘅發展，呢個牽涉中國嘅國力嘅命運。